今晚同小朋友分享一個匈牙利民間故事，故事名係《兩隻小熊和一隻狐狸》。有一日，森林入面陽光普照，兩隻小熊兄弟一齊出去玩。佢哋跑跑跳跳，突然間聞到一陣甜甜嘅香味，跟住一睇，原來係一罐蜂蜜。熊哥哥眼睛一亮，哇！蜂蜜啊，我最鍾意食。熊弟弟都忍唔住吞口水，但係點分呢？我哋兩個都想食好多喎。佢哋諗咗好耐，最後話不如揾狐狸叔叔幫手啦。佢好聰明，一定識得公平分配。狐狸聽到有蜂蜜，心入面暗笑，太好啦，有好嘢食啊！但面口就裝到好正經，話交俾我啦，我最公平嘅裁判。狐狸先將蜂蜜分成兩份，但故意分到一份大一份細。哥哥熊一睇就話：咦，呢份大好多喎。狐狸就假惺惺咁講：唔緊要，我幫你哋分得公平啲。於是佢就食咗啲蜂蜜，話要令兩份一樣大。結果兩份仲係唔平均。狐狸就不停咁修正，每次都偷食一啖。熊弟弟有啲擔心，哥哥，點解佢食咗咁多仲係唔平均啊？熊哥哥天真到仲信佢，我哋再等狐狸分多次啦。就咁樣，狐狸一邊分一邊食，食到罐入面剩好少蜂蜜。最後狐狸舔晒嘴，笑笑口走咗，仲話：你哋睇，係咪好公平啊？小熊兄弟望住空空嘅罐，終於醒覺，哎呀，原來俾狐狸呃咗。佢哋又肚餓又失望，只好慢慢走返屋企。故事寓意係呢個故事想教大家，有時候外人未必真係想幫你，佢可能只係想攞好處。遇到問題，先要自己諗辦法，唔好輕易依賴陌生人。喜歡記得點讚啦，下次仲有更多兒童圖書等大家啊，多謝。